外国媒体捌讲，台湾的交通是过路人的地价。尽管基金会分析嘛指出讲，每当拢有将近10件以上的交通事故，统计嘛指出讲有将近70%的交通事故是驾驶无依照规定暂停、无专心驶车，甲一寡不当的驾驶行为造成的。因若拄被过车路，就是发生代志。儿童少年车祸定定发生，尽管基金会统计113年儿童事故新闻分析内面报告。结果发现，新闻播出来部分212件儿童少年事故新闻，其中有86件交通事故，115个离校死伤。另外，根据道安资讯平台0岁到14岁以下离校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维持一个14000多人，一直拢降袂落来。进一步分析9万件事故内面，上劣势部分是囡仔作为行路人时阵，离校的行人事故每年有到上1000件，其中车祸造成的原因就占70%。前3名分别是无依照规定暂停、不当的赛车行为，也有赛车无专心。可以看到第1名就是车辆不停让行人。那这对照我们交通部这几年努力的在推动的这个路口停让的一个部分哦，可以说是打脸了这个成效。另外也要注意，有3成行路人车祸原因内面，主要是因为无注意两边的来车，无依照标线过车路，也有伫咧路的耍。另外囡仔无依照标线或者是标线超越度，经过过车路时阵的案例，也比去年增加2.7倍。做家长甲老师爱加强教导。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小孩啊，平常出门的时候都很开心，走路总是会蹦蹦跳跳的。那我每次带他出门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像这样子紧紧牵着他的手走路。另外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不小心冲得太快的话，我也会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囡仔伫咧过车路时阵较弱势，尽管基金会也呼吁主管机关爱积极改善路口的工程，加强过车路的照明。地处交通部是回应讲，会继续加强道路交通工程的改善，另外也甲教育部合作，加强离校交通教育，并且继续宣导伫咧路口爱停车让过路人。学区的部分是根据永续提升人行安全的计划，欢迎各县市提案改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